武汉肺炎着人多，这是哪政府大问题？无良安抗疫控制，疫情爆发一世界。世界组织无卫生，这制嘴肺炎无疫情，滋味也是靠人在吃清。哎呦，有影是死过我大病。新型病毒着肺炎，这初期病症学检验，亲像感冒喉传染，发病人口搁加添。感冒是较食伊那后啦，这武汉肺炎无共的症头，深入去补时间到，会严重若是咳嗽。咳嗽会叫会堪好调，肺炎若毋是要感冒啊，你若无注意着艰苦。要对抗这传染有撇步，爱洗手啊，喙暗过病毒。疫情在流传啊，人人拢惊吓，啊不时有人在风声。唔通啊，迷信咧做戆囝，爱早前斟酌心肝定。新世纪现代第58景武汉肺炎使用的歌调是115条，感谢。